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8月初8早起新闻，我是朱永晓。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初五伫嘉义布袋港靠搭的货船三宝2号，虽然船顶的人拢已经救出来，不过这只船受到风台和海涌的影响，有关是咧靠搭，而且可能阁有漏油的危机。上紧伫今仔的过道才通来抽油，防止伊污染着大海。一只来回台湾片尾的货轮三宝2号，敢若是海面上风影伤大，操作袂顺，伫这个月初5掉伫咧瓦华边的海床顶。伫船顶讲的人，海巡署人员拢甲伊救来，不过船身一直互海涌拍，有可能造成船体损害，也有可能漏油。今天的海象那个风是7级风哈，不过它最大的一个比较不好的条件是它浪很高，它3.5米。所以，因为它浪高的关系，所以打到船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个船上被淹没的感觉。上清度的货轮和海涌一直拍，看起来就敢若强要沉的海底。本来在民生用品的几落的货柜也排海，和海涌拍甲拢弯曲变形。相关单位这2天已经将货柜拢吊起来，不过风影上大，无法度派大型拖船来拖货轮。其实它是坐实在那个河床上，它驾驶塔还是出现的，所以你看到了会看起来好像是沉没，其实不对，因为它已经很牢固的坐在那边。因为货船顶头还有130公吨的柴油，加160公升的骨油，为了要避免漏油造成海洋的污染，救援小组一直监视海面，并且伫咧船的边啊设炸油索啊，岸边涂油组也已经串好啊。看吹背轨道，若是风景较细，就赶紧抽油，还佫甲船留好正。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咱先来关心今仔日清早4点24分，高雄是发生规模4.3的地震。这个震央是伫南马西亚，深度是9.6公里，上大的震度是嘉义4级。接落来，咱继续关心天气。今仔日西南气流无遐强，不过南部的5个县市原来会变大雨，咱做伙来看温度。今仔半暝，热带低气压又搁增强，搁变转来路劈风台，不过是向日本去，对台湾较无影响。中南部原来会变大雨或者是大水雨。气象局早起有针对嘉义以南5个县市发布大水雨特报，雨势应该是会比昨搁较细。北台湾则是恢复好天，过道原来可能落阵雨。后礼拜2到拜6，因为太平洋高压又搁变强，各地又搁是高温烧热的天气。南部这原来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会落短暂雨含雷公雨。这几日大雨是落袂歇，山区得注意水崩山、地势低所在爱细记淹水。因为风台甲这个西南气流，害中南部真侪所在雨是落袂利，造成真侪灾情。高雄山区已经拢咧变大雨，桃园有一座重要的交通桥，几座也予大水冲甲断去。桥水块土水一直冲落来，甚至超过桥面。在23南环公路94公里所在，是个明霸铁路桥，为看要水一直冲，桥就安断去。因为这座桥是桃园区昆河里以上重要另外道路。区长评估，牛市也会使食2礼拜，不过也惊讲民众有紧急就医的需求。超豪大雨累积3天的雨量已经达到1000毫米啊。那这个可以说是刚刚里长在特别提到说，可能是88风灾完之后最大的一次雨量啊，所以我们昨天开始就采取预防性的撤离。屏东雾台大埔村对外联络道路也因为雨真大断去，道路是断水断电，有130多位村民暂时无法度出来。因为雨势太大了哈，为了安全，所以暂时不修复，暂时不展修。等雨势较小的时候，我相信公署也会很快的展修这个道路。另外，屏东县境内包含大林区大头前的路、东港加东港那边也拢有积淹水的情况。随着咧大型低气压向北平来刷叮当，各地依然爱严防雨势灾情。记者综合报道。受到风台的影响，有一寡所在上大雨，今仔日也停班停课。这个地区有苗栗县的太安乡，佮有嘉义县的阿里山乡，高雄市有基山区、美浓区、六股区、甲线区、三林区、木林区、桃园区、南马西亚区，佮有屏东县的雾台乡、三地门乡、马家乡、太武乡、来义乡、佮春日乡。
因为真侪所在是互风台算长甲真功夫，亲像伫马祖、北干、南干遮是做大水，伫台东灾情也真严重，太麻里溪甲金轮溪填牢，互当地民众赶紧疏开。正是马祖北干有名的观光景点芹壁村，受到大雨影响，在中山国中附近出现土石流，部分边坡已经放落来，车也从大地卡边的厝看起来真危险。中山国中它那个坡坎摊方可能有车辆是大概有7辆受损，目前民众是没有撤离，这段期间可能芹壁那边的景点观光的景点的话，不会受到影响这样。南干的清水村、介寿村、丁沙村，真侪所在出现淹水的灾情。丁邦路替补往落山的方向已经无到过路。这里是铁堡的那个停车场的那个新建的工程啊，那现在跟水库爆满了，所以说整个水下去宣泄来不及，但也没办法过去哈，所以所有的车子也在现在那个里面。另外，东部地区台东方面太麻里溪溪水涨起来，金峰乡嘉南村已经甲下坡路的防淹水道路改封起来，金南村、绿区村是开始甲民众撤离。它的水位主要是漏在大武山，我们这边呢，自己内部的附近的雨量是少的，那关键在内山下的雨量非常的大，已经超过我们警戒值了。台南县政府即阵公告8个土石流警戒所在，分别在大林乡、甲大埔乡。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倒来国内，咱来看今仔日报纸拢报啥物重点？先看自由时报，因为中国威胁到咱治安的问题愈来愈严重。行政院本地准备要公布一份中国资通讯产品的名单，不过一直拢无公布，因为这产品是一直咧变化。即马是要求讲，全国的公务机关拢要伫今年的年底进前，全面禁用中国资通讯的产品。再来是中国时报，最近政府讲要发振兴券，不过有立委亚康讲，去年发3倍券的时阵，竟然有地方发生民众免先付1千就会使领到券的代志。而且这帮忙服务的人，佫通收上悬300块的代办费。落尾是联合报，气象局表示讲，中南部有关爱注意上大雨。昨12点钟内，全台各地累积雨量就超过39亿个立方米，这量等于是17座德基水库的欠水量。大雨是影响到各地的交通，昨因为土石落地这个轨道。高铁台中到苗栗这段，昨是暂停通车，即马是已经恢复通车。台铁的集线搁咧抢修，并今仔日要修好，恢复通车。大水雨一直冲落来，土石甲树仔就安尼连甲高铁苗栗通宵路段的铁路路，经过高铁的车就赶紧减速通过。全系统有提早侦测到有物件，不过部分列车依然经过慢分超过80分钟，高铁公司也派人去处理。快到苗栗站之前，忽然停车，接下来广播有异物入侵，所以就在这里等候。原本是用全线单线双向模式运转的高铁，经过评估土石连来范围会阁拓开，紧急宣布为7时中道开始，路南列车甲连开到苗栗，就巴列车也到台中站阁做转接。大雨也打乱台铁行车，亲像这节支线因为咧抢修，按算车牌才会恢复行驶。内环线也因有边坎路树倒去，甲连降速慢慢通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目前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个本土病例数是增加6例，台湾本土病例数计共有14435例。来看各县市病例人数，目前台湾病例数超过4000例，包括新北是6836例，台北是有4825例，超过200例有桃园791例，苗栗是549例，基隆有314例，中华有273例。台中有207例，另外阁有增加12个死亡个案。这个统计资料是疾管署上新的数字。咱国内昨加6例本土，甲4例带病入境，也一声增加12个死亡个案。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讲，因为进前电脑出问题，死亡的人数有闹高，才会雄一天加接1例。另外，专责病房的医护人员。第一档注 AZ 的人，对后礼拜开始，第二档也通注 Moderna。
佫有一个上新的消息是讲，行政院的院长苏贞昌表示，咱家己买的10万吨的莫德纳疫苗，要伫今仔日透早对卢森堡起飞，下晡3点会到桃园机场。国内新冠本土疫情8月6初7新增加6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新北市4例上多，搁再来是台北市、桃园市各1例，并且新增加12例死亡的个案。指挥官陈时中讲，因为电脑的转动，也个会诊出现问题，死亡的病例数字较多。发觉在这段时间转档有部分的档案没有转进来，所以这里面都有11个案例，那总共我们今天就把这些都把它跟大家来做报告，所以整体的死亡个案总共有12例。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开放疫苗应注无共办事位，头一批对象是专职医疗院所的第一线医护人员，头一档注 AZ 疫苗超过10礼拜以上的人，第二档会使选注莫德纳疫苗。符合这样的资格，我们大概在名册里面大概有33000人。我们下周会依接种人数的需求，那拨配疫苗到各个专责医院。因为第5轮公费疫苗有约人数不如预期，指挥中心进一步开放注射对象，有约条件是7月19中到12点进前，意愿登记莫德纳疫苗，而且是53到54岁第9类对象，大约57000人。头一档会使注莫德纳，有约时间是初7下晡4点到初9中到12点为止，注射时间是8月11到17。另外，总计到即阵为止，全台湾已经有915万4000多人次完成疫苗的注射，疫苗注射率是36.88%，接触人口比率是38.98%。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旧历7月初1鬼门开，新竹的都城隍庙昨子时一到，就进行开好门的仪式，通好放一个好兄弟出去休假。晚上11点叫子时开始，也就是7月1号的开始，他们要放假，无形的他要出去，因为有门神看着，只能够从虎门出去，从龙门进来。庙方表示，城隍庙的好门平常时甲好兄弟关伫内底，不过到旧历7月时好门会开，互好兄弟通出去。过去开好门的仪式，拢会吸引大阵的信众来。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庙方今年开好门的仪式就无开放民众，专程干那庙方来进行。40几年前，李玛丽医生带领团队推动建立这个受惠标准，才互咱台湾关怀观念愈来愈普遍。即马台北的马偕病院就设一个女性文化地标的牌仔。感谢林玛丽医生的团队因的贡献。摆面的都有台湾书会之母称号的林玛丽医师，甲伊所带领的团队，顶悬阁有一类菊花，象征女性勤食苦甲坚强的一面，嘛是这站会考的女子兵团的写照。就风中的波斯菊，就是讲玛丽医生。伊的一生内底无足顺遂，伊经过困难，经过失败，经过很多的责难但是他就是永不退却。自30几年前开始，林玛丽医师甲伊的团队做伙建立台湾的书会标准，互关怀观念愈来愈普遍。早期的台湾有会局卖会现象，才豆豆消息，嘛降低书会风险。即摆伫台北马偕病院的检验科头前立牌，要互外界知影，即阵点点付出的人。一般迄个女性所做的工课，普通所做的努力，拢无人甲你认定啦，这放这个地标落去，来互大家会记住有这个代志，我感觉这对女性的这个权益有帮助。文化总会女性文化地标是希望女性伫社会努力受到外界重视。这点林表示，希望林玛丽团队家母带囝囝精神会当延续落去。记者田阿文谢桂林台北报道。咱台湾的文史专家曾永明，伊在生研究台湾地理和历史文化，也对台湾歌谣的研究真有付出。伊即马的过身已经经过1冬。文化部就收集伊留落来的文稿和史料，出版做册和专辑，送予家属收藏。
啉啦，背地唔通饲金鱼，好汉破目来三支，拼一步，爽快马达钱。唱起这条家己上介意的背底唔通饲金鱼，曾永明捌讲过，这首歌是228以后外省背景的作者为着促进族群融合所写的。一生拢伫咧收集台湾史料的曾永明，到今已经离开咱1年了。是赠庄老师家属收藏。文化部特别伫咧曾永明先生对年的即天，伫伊大稻埕的厝体，甲伊在世前分析1920年台湾文化协会成立以来，启明台湾文化主体意识的种种，计供2万字的微稿，甲伊的口述历史、影音记录，出做套册甲纪念专辑，送互家属收藏。伊正经是用伊的一生，来投入伊的兴趣。这个兴趣后边是有一个理想，伊的关怀，你支持的。庄老师讲的时候，活该如此，对世界这个世界要感恩那么对人呢要念情对事呢要怀旧。我想这个是一个台湾这个艺术史里面这个非常重要的一段一篇章了曾永明一生拢注心伫咧研究台湾的地理甲文化，出过册参像《台湾第一》《台湾纪事》《台北老街》等等，计共50多本。今年嘛是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0周，以共工的精神甲对台湾土地的热爱，也会伫这块纪念专辑永远留存。记者闵金玲、许凯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半暝，热带性的低气压又搁增强，变转来路劈风台。不过，这个风台向日本去，对台湾较无影响。中南部这边原来会变大雨或者是大水雨，北台湾会恢复好天，过昼原来可能会落阵雨。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伫北部地区是24度到32度。伫中部地区是24度到31度，伫南部地区是26度到30度，伫东部地区是24度到31度，华岛地区是26度到31度。各未来3天的气象。今仔日是爸爸节，祝咱台记台祝天下的老爸爸爸节快乐！感谢你的收看，我是朱永晓，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